就先松开一下，可以接好。有准备哦。可以哦，有。我要讲的是这是一部结合美学的纪录片啊。那我们希望透过用光影来暗喻出这个地方的时光的流动。那如同光阴啊，在这个小小聚落里面流转了几十年的历史。那如今在这里哦，在这个聚落从来没有停过。那就如同我们台湾人哦，懂得感恩，而且懂得感恩现在开垦台湾的时光，而且重视我们的历史跟文化哦，这是我们民族的基础。那我们就从这边出发，让我们的游行与无形的文化走出国际化。哦，那这部片也是抛砖引玉哦，希望更多人重视我们民族的价值与美感的教育。谢谢。谢谢我们时光机的副主管导演，再次的恭喜你哦，恭喜！好，那么接着呢，就要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们就一起来欣赏这3支呢我们的佳作影片偶戏回忆、美的痕迹，以及我们时光的记忆这3支影片。